非常非常高兴呢，就是要我说的大事给你们见面时间到了，我们收听或者收看今天的那个教导，就是这是一个教导我要说的大事非常非常高兴的来到你们家里，就是今晚今天的那个教导是这是一个教导，就我们都一块儿收听或者收看，话题是天父耶和华上谕了，我们要看那个证明呢他上谕时候，当然当上谕的那个东西是上帝，然后有真正的两位上帝按照那个教导，按照那个真正的教导那个一生教是蘑菇的教导，包括那个三位一体都是蘑菇的教导。那我们要读一下上帝有没有生孩子了，有没有生育了？我们看一下那个诗篇，应该是诗篇，如果我记得了，诗篇第2章我要看一下，那些人只敬拜一个上帝，这个就是证明他们遵守10条诫说实话，上帝是2位上帝，有区别的上帝。这个上帝上谕了，因为好多人呢评论这个话里哪里有上帝或上谕了？对他上谕了，这个就是按照你用的那个书，他们穆斯林说了，上帝没有上谕了，他们随便找书，那个不是亚伯拉罕的书，那个就是他们自己的书。那个就是他们嘛，我们先不管他们的，他们记了，上帝没有上谕了，按照他们的书。如果说按照那个犹太人的书，被称为犹太的谢弗托拉也是亚伯拉罕的书，也是摩西的书，所有的人都信亚伯拉罕和摩西，一定要信这个教导是真的。你们那个后来的书，人类自己你们随便找，我们刚才说了那个穆斯林的书那个就是600年后的灵年。因为有区别的，就是600年的那个区别的，那个是真的，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的和摩西的书就是以色列人的书。在那个犹太的那个谢弗托拉那里有这个上文就说了，上帝上谕了。我们看一下诗篇第2章，诗篇第2章第几节？诗篇第2章第2节。在那个犹太人的书，在这里犹太人的书直接说，如果说不是犹太人的书，就说别的，按照那个亚伯拉罕的书，这个上帝上谕了。有好多书说了就是其他的书这个上帝没有上谕了，
按照那个亚伯拉罕和摩西的书啊，就有个证明呢。这个上帝生育了，这个不是好像女人生孩子，这个就是生育了按照那个道我今日上你我们看一下诗篇第2章第7节，受告者说，我要传圣旨。亚巴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哇，这个上文是真的非常非常值得你在家里听到了这个就会快了这个是命令吗？这个就是天父亚巴所吩咐的吗？他说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意思就是按照这个上文字，那这个以色列的埃罗海摩西的和亚伯拉罕的埃罗海这个上帝生育了其他人就是那些人跟发出这个真正的上帝会说别的事情。如果你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如果你的上帝也是摩西的上帝，就这样，在这里亚伯拉罕的上帝说了今日我生你，在这里上文字非常非常值得，你不能反对呀，他生育了。他生育的话，就你无法跟他反对，因为这个上帝的儿子，大是道，这个道是上帝，这个道就是那个上帝被他生育了，他说了我的父，因为那天上帝跟他说了，这个是我亲爱的儿子，你们先听从他。我们要看一下，要说也是以色列的先知，人多无法反对先知的话。我们看一下那个要说的话，因为在这里就是说，在这里就是要说，我们看一下，一定要听从那个先知，我们要检查一下要说是不是先知，因为要听从以色列先知，我们一定要跟随法律，为了我们会站立在那个真理上。撒母耳记第18章第15节，要把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一定要听从以色列的先知，因为这些就是那个他们以色列人，不管阿拉伯人，不管按照亚伯拉罕的上帝在这里非常值得，一定要听从那个以色列的先知，就是一定要听从那个以色列的先知，那个中国人不在里面，法国人的先知，英国人的，美国人的，那个日本先知都不能进去，在里面都是以色列人呢。我们在家在第18节第18节到第19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就在这里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以色列人嘛，在那个在利未记不是出埃及记第19章
第3节，摩西到神那里，亚巴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与以色列人说。”这个宣布就要赐给谁呀？就是雅各伯大家和以色列的儿女，马国人都不在里面，英国人都不在里面，中国人都不在里面，却是雅各伯大家和以色列的儿女，这个过了这个宣布。那所有的人听从别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假的，都是错，都是错了。那我们要看一下那个我们在念撒母耳记第18章，这个就是来说以色列人就是在他们中间嘛。撒母耳记第18章第15节，在这里没有中国人呢，没有英国人呢，都是以色列人呢。我们再念一遍第18节到第19节了，为了天父亚法的荣耀和耶和华的荣耀。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转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转给你，给他们呢。在这里就有一种话，一定要听从这个先知，这个是以色列人呢，他就是带来那个这个有说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善于他了，他是先知。如果说他不是先知的话，就这个不行啊。那个在那了做证明呢，他是一位先知，就是他是先知。我们看一下上文字。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1章第11节，我们证明一下耶和华是一位先知。马太福音第21章第11节，就那个第10节到第11节，在这里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呢。就自己确认呢，耶和华是一位先知。耶和华就进来耶路撒冷，和真都惊动了，说这是谁呀？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亚胡书啊。那众人自己确认了，他们确定了在世界面前耶和华是一位先知。那不是他们那个法利赛人那里一直跟他有个矛盾啊，跟他反对啊，就在这里就是以色列人都在以色列那里，主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和华。假如以色列人确认了他是先知，那你无法说他不是先知。你就是那个其他国家，你是英国人、法国人或者中国人呢，你无法说他不是先知。你不能说以色列人呢说了他是一位以色列人，一定要听从他，非常非常明确。我们再看一下另一个证明呢，路加24章第19节，24章路加24章第19节，要说什么事儿呢？他们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和华的事，但是个象征，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那在这里，在他们中间，就是他们说出来大事是个象征，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也是在那个人民那个面前，那以色列人都在这里确认呢，大是因为现在那里不能反对这个话，那我们要看另一个话，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6章，约翰福音第6章。那个应该是在哪里啦？那在哪啦？意思就是差不多有吗？在19节，差不多跟那个约翰刚才那个约翰第6节，第6章第19节，这是什么事呢？他对他们说，就是拿撒勒的那个耶和华那个，他在这里按照那个三文字耶和华是一位先知，我们要看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怎么说了？我父，他就是那个父亲的儿子，那这个上帝父亲生育了，我们听见了就是这个是我亲爱的儿子，这个就是从天上的天那里下来了。按照那个要说的是，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是我亲爱的儿子。我们看一下这个上文字，马太福音第3章第17节。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有声音从那个天上那里下来了，确定呢，他是上帝的儿子，在那里还有下一次的证明呢。马太福音第17章，第5节，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张开他们呢，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悦的，你们要听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的。那你们都看见了，按照那个三文字但没有自己确认他是一位上帝，这个就是从天上的天那里有证明呢。我是你是我的儿子，今日我生了你，按照先知的话，我的父。我们要看这一下吧，那个在哪了？我们找一下，那个哪一个句子在哪个地方？图表不出来，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第5章第17节，我们已经知道了。要说就对他们说，在这里就是做证明了他有他的父亲。要说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意思就是他有他的上帝，
这个就是那个上帝说了你也是我的儿子，今日我生了你，按照那个证明呢就对了。我们看那个别的证明他就是他也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们俩的事儿。按照刚才那个上文字非常非常明确，要说真的是至高者的儿子，然后他背上了用于道，他就带出就在他里面呢，就是摩西的埃罗黑，亚伯拉罕的上帝不是天父耶和华来创造了世界都，他一说出来的话，就那个就是把创造万物都，他就是把应验了他那个父亲的那个所说的。天父耶和华还没说过，就他还没被生了，他还没说出来，他就还不在呀，然后还没有什么创造东西，他开始那个说话，就那个就是道，那个道被称为上帝的儿子，那个道就是要说那个道被称为上帝，那非常非常明确了。这个上帝，他意思就是那个上帝生育了，然后有两位，上帝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我们看一下这个上文字，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带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们知道了这个神说话带主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那这个道就是神，就是这样子。带主有道，他从那个从基督就在上帝里面，他开始说话就是那个是道，然后那个道成了肉身。这道带主与神同在，万物世界打造的，分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因为中国他天父耶和华把创造了万物，这个就是要我说的道然后赐给门徒多，门徒带来赐给别人，这个第14节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这个嘛。种种慢慢的有安阳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二困难读这个上文字，我们再读一遍吧。约翰福音，哎呀，刚才那个马语好像太复杂了就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种种茫茫了有茫茫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独生子的他的儿子。就是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